研发替代医药正受到企业的重视。有人力银行调查就指出，讲有8成科技业务有研发替代药的亏，嘛认为讲会当会先来注文优秀的人才。针对中国 AI 人工智慧 DeepSeek 的发展哦，业者嘛表示讲，咱台湾着爱愈重视人才培养甲产学合作。清大主工所硕士班毕业的张先生，无想要互家己的专业因为做兵来中断，伊就忙找找研发替代药的亏。好佳在最后，伫某一间科技大厂担任串流工程师。伊讲，服役1年半的时间，可以提早接触职场，收获真多。研发替代的好处就是呢，它可以让你这个用在一般工作的生活的方式，然后这同时也可以减免你的这个兵役。选择研替的话呢，第一，当然他们可以省掉了当兵的时间，同时他们可以提早卡位知名企业，还可以熟悉到职场文化。因为 AI 是行全球，真侪科技大厂透过研发替代药制度提前定在求财。根据人力银行上新调查显示，有8成科技业捌禁用过研发替代药。原因是包括有利公司培育人才，会当提前有效优秀的人才等，而且对研发替代药的整体表现有6社企业认定表现及格，有2社是企业获80分以上的高评价。他如果升成主管之后，我们又有相关的管理的课程，所以等于就是他自己的实力跟再加上公司的培训来讲的话，他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才。对国家来说，最大的优势其实就在于说，我们把这个优秀的青年人才放在有研发能量的产业上，最后回馈给国家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研发的成果。根据内政部统计显示，我3年报名申请研发替代药的人，每一年拢超过4000人，平均每年录取原价大约是2600人。人力银行业者指出，面对最近窜起的中国 AI 人工智慧 DeepSeek， 台湾更加需要产学合作，扩大人才，挽救科技业欠工的现象，才会当奠定台湾研发创新实力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